歡迎入嚟齋聽唔使睇。今日繼續同大家講劉慈欣科幻小說《三體》。上次講緊反抗組織分成降臨派同拯救派。降臨派嘅目的係引清兵入關，消滅人類；而拯救派宗旨比較溫和啲，但都係仇視人類，期望外星人打救。結果潘寒因為殺死申玉飛等背離組織嘅行為而被當眾處決。然後葉文潔又開始講舊史，係關於太陽作為宇宙級發射器嘅一嚿好大嘅屎。齋聽唔使睇，一齊嚟聽故事啦。第20部歷史性嘅通訊，葉文潔冇放棄，其實只要冒少少險，做成呢件事真係唔難。紅岸發射系統嗰個發射器超高功率，用晒文革時期出產嘅國產零件，因為質素唔掂，成日壞，平均15次發射就要大檢一次，每次檢查完都要例行試機。參加試機嘅人好少，目標同其他參數都比較隨便。有一次值班，葉文潔被派去做檢修後嘅測試，試發射節省咗好多步驟。現場除咗佢就得5個人。3個操作員對設備原理一竅不通，另一個技術員同一個工程師檢修咗2日，疲倦到黐線，心思都唔喺度。葉文潔首先將發射功率調到啱啱超過太陽增益反射理論上嘅臨界值，已經係紅岸系統最大功率，頻率調去最有可能被能量鏡面放大嗰個頻率，然後藉口測試天線機械性能，將天線對準西邊斜掛住嘅太陽。發射內容同平時正式發射一樣。嗰日係1971年秋天一個好晴朗嘅下午。事後葉文潔回想嗰一刻，冇乜嘢特別感覺，只有好緊張，好想快啲搞掂。一來怕同事發現，雖然佢諗好咗藉口；二來用最大功率射太陽真係唔正常。紅岸定位設備又唔係設計嚟對準太陽，佢用手都覺得光學系統燙手，如果燒壞就大鑊。太陽慢慢落山，葉文潔要手動跟蹤，紅岸天線好似一棵巨型向日葵，慢慢轉身對住落山嘅太陽。紅燈終於亮起，話發射完成。佢成身衫褲都濕晒，擰轉頭一睇，3個操作員喺控制台度照手冊，逐個關機。工程師喺控制室角落飲緊水，技術員就瞓喺凳度瞌瞌眼瞓。無論之後歷史學家同作家點樣形容，當時真實情況就係咁平平無奇。一搞掂發射，葉文潔即刻衝出控制室，跑到楊慧玲辦公室，喘住氣講：快啲叫基地電台喺12000兆赫度收。楊總工程師一臉奇怪咁望住頭髮濕晒貼喺面上嘅葉文潔，問：收乜嘢啊？比起超靈敏嘅紅岸接收系統，基地平時同外界聯絡嗰個普通軍用電台真係好似玩具咁。葉文潔話：可能收到啲嘢，紅岸接收系統嚟唔切轉換去接收狀態。正常情況下，紅岸接收系統預熱同切換都要10幾分鐘。而家接收部分仲喺度檢修，好多模塊拆咗未裝翻，短時間內根本開唔到。楊慧玲望咗佢幾秒，拎起電話叫機要通訊室照佢講去做。佢吟沉住講：嗰個電台精度咁低，大概只收到月球上有外星人發嘅信號啦。葉文潔話：信號係從太陽嚟，窗外太陽邊緣已經貼近山頂，血紅血紅。楊慧玲好緊張咁講：你係咪用紅岸系統射咗信號去太陽？葉文潔點點頭。楊慧玲警覺咁望望門口話：呢件事唔好同其他人講，下不為例，絕對下不為例。葉文潔又點點頭。咁有乜嘢意思呢？回波一定好弱，遠遠超過普通電台接收能力。唔一定，如果我估得啱，會收到極強回波，強到難以想象。只要發射功率超過嗰個臨界值，太陽電波可以將電波放大幾億倍。楊慧玲又奇奇怪怪咁望住佢，葉文潔沉默咗。2個人靜靜咁等。楊慧玲聽到佢呼吸同心跳聲，雖然對佢啱啱講嘅話冇太上心，但壓抑咗好多年嘅感情又湧上嚟。不過佢只能控制自己，等，
20分鐘後，楊慧玲拎起電話問咗通訊室兩句，佢放下電話講乜嘢都冇收到。葉文潔長長鬆一口氣，好耐先點點頭。嗰個美國天文學家回咗信，楊慧玲拎咗個厚信封俾佢，上面蓋滿海關印。葉文潔急不及待拆開，先掃咗哈里彼得森嘅信，話冇諗過中國都有研究恒星電磁學嘅同行，希望多聯絡多合作。信封入邊有2沓紙，完整記錄咗木星2次電磁輻射嘅波形。波形係從長條記錄紙複印落嚟，要對齊嚟睇。而當時中國人大多未見過複印機。葉文潔將幾十張紙喺地板排成2行，排到一半已經唔抱希望，因為佢太熟嗰2次日菱干擾波形，同呢2條肯定對唔上。佢慢慢將啲紙執翻起。楊慧玲跪低幫手，遞俾佢一沓紙嗰陣，見佢搖搖頭，苦笑咗一下，笑得好淒涼，令佢心頭一震。佢輕聲問點解，佢連自己都唔知同佢講嘢幾時變得咁溫柔。葉文潔又笑咗笑，話冇乜嘢，一場夢，醒咗啫。佢抱住嗰沓紙同信封走出辦公室，翻到宿舍拎飯盒去食堂，發現得翻啲凍饅頭同鹹菜。食堂阿姐又黑面話要關門，佢唯有端住飯盒走出去，行到懸崖邊，坐喺草地啃凍饅頭。太陽已經落晒山，大興安嶺望落灰蒙蒙一片，好似葉文潔嘅人生。喺呢啲灰色入邊，夢特別顯得絢麗，但夢總係好快會醒，就好似嗰個太陽，雖然第2日仲會升起，但已經冇新希望。呢一刻，葉文潔突然見到自己後半生都係無邊無際嘅灰色。佢含住眼淚，又笑咗笑，繼續啃又凍又硬嘅饅頭。佢唔知，就喺呢一刻，地球文明第一次向宇宙發出可以被聽到嘅提名，已經以太陽為中心，用光速飛向整個宇宙。行星級功率嘅強勁電波，好似排山倒海嘅潮水，已經越過木星軌道。嗰一刻，12000兆赫波段上，太陽系、銀河系最光嘅一粒星。之後8年係葉文潔人生中最平靜嘅一段日子。文革帶嚟嘅驚恐慢慢平復，佢終於可以稍為放鬆心情。紅岸工程完成咗實驗同磨合期，一切漸漸上軌道。要解決嘅技術問題越嚟越少，工作同生活都有規律。平靜之後，之前被緊張同恐懼壓住嘅記憶開始翻晒嚟。葉文潔發現，真正嘅傷痛而家先至開始。噩夢般嘅回憶好似一堆死灰復燃嘅火種，越燒越旺，灼燒住佢嘅心。一般女仔可能靠時間慢慢愈合創傷，畢竟文革中同佢一樣遭遇嘅女人多嘅是，比起好多人，佢算幸運。但葉文潔係一個科學女人，佢拒絕忘記，而且用理性嘅眼光直視嗰啲傷害過佢嘅瘋狂同偏執。其實佢對人類惡嘅一面開始理性思考，係從睇《寂靜嘅春天》嗰日起。之後同楊慧玲關係越嚟越近，佢透過佢用收集技術資料名義買咗好多外文、哲學同歷史經典。人類歷史嗰啲血跡斑斑令佢不寒而慄，而啲思想家嘅深刻思考將佢帶去人性最本質、最隱秘嘅地方。就算喺雷達峰呢個近乎世外桃源嘅地方，人類嘅非理性同瘋狂每日都睇得清清楚楚。佢見到山下森林日日被昔日戰友狂趕，荒地越嚟越大，好似大興安嶺被剝咗層皮。當呢啲荒地連成一片，殘存嘅幾塊林木反而顯得怪怪。燒荒大火喺光禿禿山野燒起，雷達峰變成火海中逃生鳥兒嘅避難所。火燒起嗰陣，基地入邊鳥兒淒厲叫聲不絕於耳，羽毛都燒焦咗。更遠嘅外部世界，人類瘋狂已經去到文明史頂峰。嗰段時間，美蘇爭霸最激烈，兩個大陸無數發射井同深海潛行嘅核潛艇，隨時可以毀滅地球幾十次。一艘北極星或者颱風級潛艇嘅分導核彈頭就夠摧毀上百城市，殺死幾億人。但普通人仲係一笑置之，覺得同自己無關。作為天體物理學家，葉文潔對核武好敏感。佢知呢啲係恆星先有嘅力量，佢更清楚宇宙仲有更恐怖嘅力量。
黑洞、反物質等等。比起呢啲熱核彈，只係一根溫柔嘅蠟燭。如果人類得到其中一種力量，世界可能一瞬間氣化。喺瘋狂面前，理智好軟弱。入紅岸基地4年後，葉文潔同楊慧玲結咗婚。楊慧玲真心愛佢，為咗愛情放棄自己前途。嗰陣文革最激烈時期已過，政治環境鬆咗啲。佢冇因為結咗婚而被整，但娶咗個戴反革命帽子嘅老婆，被認為政治上唔成熟，總工程師位都冇咗。兩人仲可以留低做普通技術員，只係因為技術上離唔開佢哋。對葉文潔嚟講，接受楊慧玲嘅愛情，主要係出於報恩嗰陣最危難時刻。如果唔係，佢將自己帶入呢個與世隔絕嘅避風港，佢可能已經唔喺度。楊慧玲有才華、有風度、有修養，唔係佢討厭嘅人，但佢自己心如死灰，已經好難再燃起愛情對人類本質嘅思考，令葉文潔陷入嚴重精神危機。最先面對嘅係奉獻目標嘅缺失。佢以前係理想主義者，想將才華貢獻俾偉大目標，而家發現之前做嘅一切其實冇意思，以後都唔會有意義嘅追求。呢種心態發展落去，佢漸漸覺得呢個世界好陌生，佢唔屬於呢度。呢種精神流浪感殘酷地折磨住佢。結咗婚之後，佢心靈反而無家可歸。呢日葉文潔值夜班，最孤獨嘅時刻，靜靜嘅午夜，宇宙向聆聽者展示無邊荒涼。佢最唔想睇嘅就係顯示器上慢慢移動嗰條曲線。紅岸收到嘅宇宙電波波形，無意義嘅噪聲。佢覺得呢條無限長曲線就係宇宙嘅抽象，一頭連住無限過去，一頭連住無限未來，中間只有冇規律、冇生命嘅隨機起伏。波峰好似一粒粒唔同大小嘅沙，整條曲線就係一堆沙漠，荒涼寂寞，長到令人頂唔順。你可以沿住佢行無限遠，但永遠揾唔到歸宿。但係今日佢掃一眼波形顯示器，覺得有啲唔對路。就算專業人士都好難單靠肉眼睇出波形有冇信息。但葉文潔對宇宙噪聲波形太熟，眼前條線好似多咗啲講唔出嘅嘢，呢條起伏細線好似有咗靈魂。佢敢肯定呢啲電波係被智能調製過。佢衝去另一台主機查計算機對接收內容嘅識別度 A。之前紅岸收到嘅宇宙電波識別度從未高過 C， 到 A 就代表超過90%可能有智能信息。連續5個 A 係極端情況，意味住接收到嘅信息用緊同紅岸發射一樣嘅語言，係語言。佢即刻開啟譯解系統，呢個軟件專門試譯識別度高過 B 嘅信息，整個監聽過程中從未正式用過。按試驗結果，譯一段智能編碼可能要幾日甚至幾個月，多數仲會係失敗。但係今次檔案一提交，幾乎即刻顯示譯解完成。佢打開結果，人類第一次讀到來自宇宙另一個世界嘅信息，內容完全超出想象。3條重複嘅警告：不要回答，唔好回答，唔好回答。喺頭暈目眩嘅激動同困惑中，佢繼續譯第2段。呢個世界收到你哋嘅信息，我係呢個世界嘅和平主義者。我先收到你哋信息，係你哋文明嘅幸運。警告你哋，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你哋方向有千萬粒行星，只要唔回答，呢個世界就定位唔到發射源。如果回答，發射源會被定位，你哋嘅行星係會被入侵，你哋嘅世界會被佔領。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望住熒幕閃動嘅綠色字，葉文潔已經冷靜唔到。佢被震撼到嘅智力只明白到一點：距離佢上次向太陽發信息唔夠9年，呢啲信息嘅發射源距離地球只有大約4光年，咁就只可以係最近嘅行星系半人馬座3星。宇宙唔荒涼，宇宙唔空曠，宇宙充滿生機。人類望住宇宙盡頭，點知最近嘅行星入面就有智慧生命。葉文潔再睇波形，信息仲源源不絕湧入天線。佢開啟實時譯解之後4個幾鐘，佢知道咗三體世界嘅存在，知道咗嗰個一次次浴火重生嘅文明，
同佢哋星際移民嘅企圖。凌晨4點幾，半人馬座信息結束，逆解系統開始冇結果運行，不斷失敗提示。紅岸聽翻嘅又係宇宙荒涼噪聲，但葉文潔可以肯定，剛才一切唔係夢。太陽真係一個超級天線，但8年前試驗點解冇收到回波？點解木星輻射波形同太陽對唔上？佢後來諗咗好多原因，基地電台可能根本收唔到嗰個頻段，或者收到都係一團噪聲，就以為乜嘢都冇。至於後者，好可能係太陽放大電波同時疊加咗一個規律波形，後來證實係正弦波。外星逆解系統容易剔除，但肉眼睇落就唔同。佢警覺咁四處望，主機房仲有3個人值班，2個喺角落傾偈，一個喺終端瞌眼瞓。監聽系統信息處理部分可以睇識別度同用逆解系統嘅終端只有佢面前2台。佢不動聲色，迅速將收到嘅信息轉傳到多重加密隱形子目錄，用1年前一段噪聲覆蓋咗呢5個鐘內容。然後佢喺終端輸入一段簡短信息，放入紅岸發射系統緩存區。佢起身走出監聽主控室，冷風吹到滾燙嘅面上。東方神氣初現，佢沿住神光照亮嘅石子路走向發射主控室。頭頂紅岸天線巨掌無聲向宇宙張開，神光照出門口哨兵黑色剪影，一如以往。佢入門時佢哋冇理。發射主控室比監聽室暗好多，佢穿過機櫃直行去控制台，熟練扳動10幾個掣，啟動發射系統預熱。旁邊2個值班員抬頭望咗佢一眼，其中一個再望牆中，然後一個繼續瞌眼瞓，另一個翻開已經睇咗好多次嘅報紙。喺基地，葉文潔政治上冇地位，但技術上有一定自由。佢經常喺發射前檢查設備，雖然今次早咗啲，離正式發射仲有3個鐘，但提前預熱都唔出奇。漫長半個鐘過去，佢期間重新設定發射頻率到太陽能量鏡面反射最佳值，功率調到最大。然後佢將眼靠近光學定位目鏡，見到太陽正升出地平線。佢啟動天線定位，緩緩轉動方向桿對準太陽。巨型天線轉動時隆隆震動傳入控制室。有個值班員又望咗佢一眼，但冇講嘢。太陽完全升過連綿山脊，定位器十字 C 中心對住太陽上緣，考慮咗電波運行提前量，發射系統就緒。發射掣係長方形，好似電腦空格鍵，但係紅色。呢一刻，葉文潔手指懸喺上面2厘米。人類文明嘅命運就係喺呢2條纖細手指上。佢毫不猶豫按落發射掣。做緊乜嘢啊你？一個值班員隨便問問。葉文潔向佢笑咗笑，冇講嘢。隨即按另一個黃掣終止發射，轉動方向桿改咗天線指向，然後離開控制台走出去。嗰個值班員望望表，落班時間到，拎起日誌想記低佢剛才啟動發射系統，有啲異常，但睇條記錄紙帶，發現只開咗唔夠3秒，於是將日誌掟翻原位，打個呵欠，戴上軍帽走咗，飛向太陽嘅信息係到呢度嚟啦，我會幫你哋得到呢個世界，我嘅文明已經解決唔到自己嘅問題，需要你哋嘅力量介入。初升太陽照得葉文潔頭暈眼花。走出門冇行幾步就暈咗喺草地上，醒翻嚟佢發現自己瞓喺醫務室，楊慧玲喺床邊關心咁望住佢，好似多年前喺飛機上咁樣。醫生叫佢之後注意休息，因為佢有咗新人。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如果你對故事內容有乜嘢睇法，請多多留言同大家分享。最後記得訂閱、按讚同分享。訂閱完全免費，唔會帶嚟任何麻煩，但我哋訂閱人數不足，就有啲麻煩。希望未訂閱嘅觀眾聽眾可以高抬貴手，感謝收聽，我哋下次見。